大家好，我係 Derek 啊。咁今次咧就再次由我咧就同大家分享嘅。今次咧就主要想同大家講下咧歐洲嗰邊嘅發展嘅。咁最近咧歐洲嘅不確定性咧其實大幅減低咗嘅。咁主要係因為幾樣嘢啦。咁首先咧就係美國政府積極咁協調底下咧，俄烏停火30日啦，俄烏戰爭結束嘅可能性咧其實就有所提升嘅。第二咧就係歐洲央行不斷減息啦。一啲嘅主要國家嘅經濟咧就已經開始反彈嘅啦。咁呢啲嘅因素咧，其實係會一齊令到呢個歐洲嘅不確定性咧就大幅減低嘅。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啦，右邊美國同埋歐洲嘅經濟經期指數嘅情況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咧，歐洲嘅經濟築底反彈嘅趨勢其實係好明顯嘅。咁相反啦，美國嘅經濟經期指數咧係由1月底開始向下嘅。歐洲經期指數對美國咧就出現咗呢個黃金交叉，咁全球嘅投資者咧對美國嘅不確定性咧就反而加深咗嘅。咁如果我哋以一個分散地區嘅風險嘅角度嘅話咧，其實係有利歐洲股市出現呢個利空出盡嘅情況喎。咁呢啲嘅趨勢變化其實都係反映喺股市上面嘅，特別喺德國財政開始擴張啦。俄烏可能停戰啦，市場不確定性降低嘅背景底下咧，其實就可以提振翻歐洲嘅股市表現嘅喎。咁講到德國方面咧，政策最近出現咗一個重大轉向啊，就轉向咗呢個財政擴張嘅方向發展啊。咁德國2024年嘅財政赤字佔 GDP 嘅比重咧就係2.3啦。咁相比整體歐盟嘅3.09% 咧，其實仲有呢個舉債空間嘅。咁德國聯邦會議就喺2025年嘅3月中啦，就發表咗呢個財政方案嘅草案嘅。咁內容就大幅擴張呢個政府嘅財政支出啦，包括咧就設立呢個額外基礎建設嘅基金啦，大幅增加國防支出舉債嘅預算啦，提高呢個德國各邦財政嘅財政赤字上限啦。其實咧就可以降低呢個財政紀律嘅約束嘅。咁呢一個嘅財政支出嘅法案通過之後咧，其實就會令德國嘅國內咧獲得大量嘅資金投資嘅。咁就預計啦，2025年嘅德國咧係將會擺脫咧連續2年嘅 GDP 負增長嘅情況嘅喎。咁之後2年嗰個經濟增長率咧，預料咧係會將轉增至0.3% 同埋1% 嘅。咁我哋又認為啦，德國嗰個財政策嗰個轉向咧，就有機會成為咧歐盟其他國家嘅指引啦。咁一啲國家例如荷蘭啊、葡萄牙、愛爾蘭咧，有較為之大嘅財政支出嘅空間咧。咁北歐國家咧，亦都有一個較為之良好嘅財政嘅紀律啦。而且咧，從地緣政治嘅角度出發咧，都有增加國防支出嘅需求嘅喎。咁歐盟國嘅財政擴張嘅趨勢咧，係將會有利呢個經濟復甦嘅。咁呢一種嘅財政擴張嘅政策咧，唔單止有助推動德國嘅經濟增長啦，仲有可能咧擴散到其他一啲嘅歐盟國家啦，為整個嘅歐洲嘅經濟咧，係帶來一個積極嘅影響嘅。咁大家咧其實都可以留意下呢個歐洲市場嘅。咁今個星期咧就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拜拜。